风台渐渐挖进台湾，避免这发生危险。新北市交通局今日就针对挖进山区，还有海边啊，总共16台 U-Bike 停靠站，宣布对暗时6点了后，就全面禁止使用。因若这个恢复时间，就要看风台影响，才来做调整。 海巡人员伫海边啊围开封锁线，甲当日翕相的外国游客赶离开。中途风台凯比渐渐接近台湾，新北亚柳海边的风是真透，嘛真危险。台风天的话，游客都会有减少，因为它海边也海警好像发布，它就不给人家进去了。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今天是台风天，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气象它。 说理论上应该是明天才会到，那我们今天不知道。那我们是来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地质公园关门了。为着要保护山区甲海边民众的安全，新北市交通局特别针对新北地区16位靠海、靠山 U-Bike 停靠站，包含三芝、金山、石门、万里、双溪、瑞丰、石碇、卑南甲4至9个行政区，宣布拜二下暗6点了后，全面禁止 U-Bike 借车。也若是这恢复时间，交通局表示爱看风台的状况，才会来做调整。台米台风的接近啊，所以目前已经宣布在山区滨海地区的 U-Bike 站，在今天6点开始会暂停营运。那恢复的时间会视这个台风远离的状况以及它影响的程度，再去评估宣布恢复营运的时间。交通局提醒民众爱注意风台的资讯，若是新北市应变中心宣布拜三停班停课，湘北地区的 U-Bike 就全面禁止使用。交通局嘛呼吁民众爱注意家己的安全，风台来啊，避免危险的发生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